警隊今日上晝會喺寒戰行動殉職嘅高級警司鄺志立舉行最高榮譽葬禮，所有管理層都會出席。特區政府更加第一次批准警務處嘅要求，靈車會先經過鄺志立生前服務嘅警察總部做最後告別。警察嘅身份係公務，我哋只有一個職責，就係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從擔起呢一個崗位開始，無可避免，我哋時刻要有犧牲自己嘅準備。公義之前，明辨是非；權貴之前，不亢不卑；老弱之前，將心比己。今日我哋喺殉職同袍面前，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繼續秉持正直、無私、誠實去履行職務。我相信只有呢一個方法，先能夠令我哋嘅同袍得到安息。喂，請問邊位揾劉 Sir？ 好，你等陣。劉 Sir， 喂 ，hello， 劉處長，仲記唔記得我？記得。你太太叫陳雪兒，向日葵花店負責人。你個女今年5歲，小太陽幼稚園高班。劉思雅，你想點？我要你放一個人。處長 ，G4 SIP Catwalk。Rachel 嗎？歐 Sir 命令我哋24小時保護你。已經去幼稚園接咗你個女，佢而家安全，但係仲未揾到你太太。Alan， 幫我打俾律政司同埋懲教署，我要喺總部見你嘅。就俾你。你而家係公然挑戰香港警隊。我冇挑戰香港警隊，我只係捉咗你老婆。我係挑戰你。
阻住你阿頭做嘢。你點對我，我就點對你老婆。5100-1075。我再講一次，5100-1075，10分鐘之內，視頻電話會有人話俾你知應該點做。處長，俾我同佢講兩句。你同你背後班人究竟要點樣先至肯收手？應該好清楚，香港警隊係永遠唔同恐怖分子妥協。劉傑輝同你唔同，佢將屋企人放喺第一位。一日有我喺度，我都唔會俾你為所欲為。你入嚟到而家已經用咗350秒，加埋我呢一句，劉傑輝已經浪費咗6分鐘。仲有，而家嘅香港警隊唔輪到你話事。處長，你同我聽清楚，我要你一個人帶李家俊嚟交換。由而家開始，你有20分鐘準備。Advice， 我反對你親自行動，你已經係 CP， 俾班犯牽住我哋一哥走，啲手足會好難做。無論如何冒險哥都唔可以嚟。班犯只係想放李家俊，你談判，我帶隊。Sorry， 劉 Sir， 我義務提醒大家，我哋押李家俊翻嚟 headquarter 已經係唔啱規矩。而家輿論、政客、網絡打手全部都及住我哋，如果我哋有啲咩差錯嘅，佢哋一定會做大。連自己屋企人都保護唔到，喺我哋呢個 post 一啲意義都冇。就算今次班犯用個 PC 嚟要挾我都會救。我決定親自押李家俊。劉 Sir， 我哋明白你嘅心情，不過所有後果我一力承擔。1542，我正式啟動緊急應變機制。Phoenix， 你係時間證人，同時署任 DCP。Alan， 你而家一定 CP。Steven，C1TCP 李根。仲有，請你下次聽清楚我問題。我要嘅 advice， 唔係 comment。杜文 check 到未？佢哋轉咗好多個 IP address， 我仲 check 緊。處長，杜文in charge 嘅第3台通訊系統有一批 invisible tracking device， 我提議你同李家俊每人一組。Yes sir。
上一次我將阿俊繩之於法，係因為想保住佢條命。佢係行錯咗，但係罪不至死。一陣如果發生啲咩事，可唔可以留佢一條生路？我保證，佢會得到公平嘅裁決。我當你應承咗。啊，仲有，我可唔可以留低喺度睇住佢？多謝。Team 1，我哋喺櫥窗後門。Team 2，一切正常。李 Sir，唔該。Sir，我哋5組人已經 ready。咁多位同事，我而家已喺 CSTCB， 兩組 ITT 已經開始運作。劉處長藍色，李家俊紅色。劉處長，仲有好多車跟住你，再跟，你老婆先冇一隻手。韓 Sir， 疑犯嘅電話加咗 camera tracking device， 進追。Team 1，我哋改道。Team 2，處長交俾我。你真係好勇敢。係你自己攞嚟嘅。轉出莊士敦道。劉處長做得好，而家馬上同我去船街。Team 1至 Team 3新 location 灣仔船街。3 team 順序分佈：聯發街、大王西、大王東。Team 4、Team 5入大道東 stand by。劉 Sir， 你答應過俾我嘅花，我到而家都仲未收到。你講咩啊？行政長官同3C 13局局長未來半年嘅保安 schedule， 你應該喺半個月前收到嗰5000萬之後就即刻交俾我。不如你話俾我聽，你仲要加幾多錢？5000萬仲唔夠啊？劉 Sir， 你唔好太擔心啊。歐 Sir， 軍心要定。李家俊頭先所講嘅嘢，只係想混淆我哋調查方向。大家專心做嘢，唔需要理會。明唔明白？ Yes sir。明姐，同我上後面打住死火燈嘅黑色 SUV。車裏面嘅炸彈係用嚟保護你同你老婆。跟住下一站西營盤港鐵1號月台往柴灣方向。拆彈組可以進落 stand by。Sir。通知港鐵高層，西營盤站準備緊急應變措施。Yes sir。唔係，嗰個一定唔係炸彈。炸死一個 CP 有幾大後果，佢哋唔會唔清楚。班犯嘅目的係製造混亂。李 Sir， 所有嘅事都必須作最壞打算。歐 Sir， 拆彈組要10分鐘。封鎖西營盤港鐵範圍，實施人流管制。就算係月台亂，出入口都唔可以亂。實施人流管制就有機會造成更大傷亡。我唔同意。我已經講咗我嘅 advice， 你係總指揮，你自己做決定。
哋睇 A1 出口範圍。快走啊！走啊！呢度 A 塔，前面黑色袋嗰個。呢度。冇亂，呢3隊人，一隊去東邊月台，一隊去西邊，一隊守住大堂2個電梯出口。Move！ Sir, stay calm.送你到醫院，只會請蘇氏過嚟屋企。尋晚7點45分喺西營盤港鐵站發生咗一宗懷疑炸彈爆炸。事件中有一名拆彈專家受傷，疑犯李家俊趁現場混亂逃去無蹤。至於尋晚嘅行動係由我本人直接指揮，對於造成公眾不必要嘅恐慌，我本人願意承擔所有法律責任。處長除咗道歉之外，仲有冇其他實質嘅行動咧？港鐵高層對呢次事件有咩睇法？警方喺今次行動度有冇覺得違反專業精神咧？保安局對於警方嘅議員有冇處理行動咧？李 Sir， 喂，我 MB， 揾重案組楊 Sir。文斌，楊，我轉頭打返俾你。家俊一直幫我做嘢，一路以嚟我都喺度諗，究竟阿俊同咩人喺埋一齊？估唔到會係你。我從來冇睇錯過人。你個仔嘅性格同你一模一樣。當年我在為編好晒所有行動代號，你居然揀咗韓戰，有意思，有意思。蔡 Sir， 你同我之間客氣嘅說話唔使多講。警隊唔可以俾任何人打亂我哋優良嘅接班部署。原本我哋想升你做處長，家俊亦都曾經係我哋將來一哥嘅首選。佢要成全你，先變成通緝犯。我哋係咩意思啊？劉傑輝係保安局局長嘅頭馬，佢唔係我哋要嘅人。嚴格上，你只係退休前嘅休假。佢落台之後，我會叫律政司出面，加埋好多有牙力嘅人支持你復職。蔡 Sir，
我唔信你同你背後嘅人有能力委任警務處處長。我哋冇呢個能力，不過我哋有提供人才嘅能力。如果排隊上位嘅都係自己人，委任邊個有咩分別？慢慢諗。哇！你呢副眼鏡戴咗咁多年，係時候換副新。韓戰行動本來就存在好多問題，我哋全體議員都諗住開個 P&P 嚟同一哥計下數嘅。而家佢仲要喺地鐵走反，香港開埠以嚟，從來都冇一個咁不知所謂嘅一哥嘅。我哋唔同佢問責，點同廣大市民交代啊？張哥，邊個喺書房入面啊？當年花得關過身，你乜都冇要到，淨係要翻呢個牌。喂，呢家唔係普通嘢喎。Monochrome 加至0.95，絕配啊！知你中意玩黑白相，借花敬佛啫。係咪呢排有嘢諗唔通啊？韓戰件事搞到咁大，有好多議員已經轉晒軚，唔幫警隊。P&P 嘅 committee，你考慮成點啊？立法會嘅事要勞煩到你開聲。Oswald，personal request， 我希望你加入。你加入嘅話，保安局局長嗰邊，我叫佢盡量留喺香港配合調查。師兄，有時為咗大局冇辦法，大家都要遷就一下。遷就？你而家係司法干預立法，政治從來都係談判嘅藝術。Edward， 你呢句說話，就算一個讀緊 law 嘅學生都唔應該講出口。咁多個師弟，最聰明係你，最有前途嗰個都係你。你已經差唔多有人之下，你仲想點啊？現實政治係有好多潛規則噶嘛。我要跟啲潛規則。今時今日律政司長個位，幾時輪到你啊？Digital 係好吸引，但係 analog 先係我至愛。你明嗎？心領。今晚9點3機，翻到過去好地反省下。出 ，thank you。師傅，你應承咗劉永廉啊？出動到律政司司長嚟游說我，已經係政府最後一步啦。如果我唔加入，又出咗咩差錯，我驚後悔莫及。師傅今日5點鐘報名 deadline。你咪4點9同我講過。立法會以大比數通過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馬卓賢嘅動議，以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警務處處長劉業輝喺整個韓戰行動嘅決策上有冇違反專業守則。呢次係立法會自1993年以嚟首次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政府最高級別嘅官員。
PMP 啱啱出咗 schedule，Lydia Wong 做 chairman， 副主席馬卓賢，成員有譚家傑、吳秀儀、簡奧偉。Committee 裏邊成半個司法界響晒度。Hearing list 第一個就係李文斌李 Sir。處長，我參考過近10年嘅 PMP， 如果韓戰行動一直未有突破性嘅進展，我估計立法會會用譴責、遺憾，甚至乎痛斥嘅字眼做總結。到時你唔單止會冇咗份長俸，仲有可能會面對刑事檢控添。我哋而家能夠做嘅就係將所有有利劉 Sir 嘅事實擺出嚟，盡量攞翻啲分。劉 Sir， 唔好指望警隊點幫你，你應該諗點樣幫警隊。某 Sir， 我已經溝通咗，可以點幫你？天台煙花事件、港鐵炸彈爆炸，2次都關黑火藥匙。不過到而家冇關係疑犯，我連一啲新線索都冇，我懷疑我一直俾人夾。李文斌係警隊嘅舊勢力，係咪仲係好大？目標唔單止要放喺警隊，我想你幫我做個沙盤推演，宏觀啲。我要 form 一隊 clean team 喺編制之外，我想你幫我做點得？夠啦，咪應承咗你戒咯。喂，1年飲一次都唔俾啊？你知我講咩㗎？20歲嗰年你話係最後一年，跟住會 let go， 唔再摸我爹哋。你越大越似佢，咁沉硬頸。嗰陣時冇錢，同你老豆就飲埋啲咁甲醇啫。啊，今時今日，我覺得呢啲甲醇越飲越好飲喎。喂，好啦，冇飲啦。如果當日揸車嗰個係我已經唔係好記得佢個樣，所以咪有相機嘅出現咯。你估下尋日我發夢見到邊個？你爹哋。係就係，不過佢叫 Oswald， 唔係叫 Oliver。哦。Promise， 冇飲咁多啦 ，OK？主席，韓戰警方內部調查報告最後一段，行動成功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為行使普通法城市之優良典範。主席及委員會認為，此行動為警隊自回歸以來最成功嘅失敗事件。首先，主席，咩叫做最成功嘅失敗事件啊？文法上簡直狗屁不通。我完全唔同意呢份內部報告嘅結論。李生，你呢？主席，呢份內務報告我係有睇過，但係我完全冇份參與，亦都冇補充。李生，附件 B2，韓戰內部報告 Section B 第17頁，當時係副處長嘅劉傑輝
以告密者嘅名義，將大量警隊內部機密資料泄露俾廉署，希望藉住 ICAC 破案。佢呢個做法，李生你事前知唔知情？我事前並唔知情，但係警察通例第6章22節明文規定，警務人員不可以發出匿名信件，此舉可被視為有損警隊良好秩序及紀律行為。李生，劉 Sir 算唔算係知法犯法？簡大狀，警例係死嘅，人係生嘅。我諗玩法律條文，你應該叻過晒我哋警察。主席，我哋翻去韓戰內部報告第57頁，喺舊年12月26日晚上，地點發生喺李先生你屋企。當時劉 Sir 已經充分掌握晒你個仔嘅犯罪證據。作為一個父親，為咗維護法紀而大義滅親，的確令人尊敬。我想問下李生，你有冇懷疑劉傑輝先生嘅誠信同埋領導能力？主席，本來我對於劉傑輝處長嘅誠信絕無半點質疑，但喺西營盤港鐵事發當日期間發生咗一件事。當時劉處長同李家俊喺車上邊有一番對話。李家俊大致上係指失蹤嘅衝鋒車、槍械同埋裝備，係因為劉處長應承佢嘅嘢臨時變卦，所以未能出現。李生，你係喺咩情況之下得知呢件事？當時我喺警察總部目擊成件事嘅發生。咁李家俊喺對話所講，劉 Sir 應承佢嘅嘢而臨時變卦，有冇講明係啲乜嘢？李家俊話：大家傾好咗5000萬，劉 Sir 會喺韓戰行動之後交出行政長官、3司13局局長喺未來半年嘅保安計劃。但係劉 Sir 佢貪得無厭，想反價。主席，李生，你知唔知而家你講緊嘅係一個好嚴重嘅指控，意圖引導本席及在座權力及特權委員會嘅成員，暗示緊我哋嘅警務處處長聯同李家俊及其同黨，將會對我哋港府最高管理層作出不利嘅人身攻擊。作為一個有30幾年經驗嘅警察，我一向嘅思維喺未破案之前，唔會排除任何嘅可能性。過往 PMP 問乜答乜，全部都編好晒。李文斌根本全程冇跟 Q&A。你仍然認為李 Sir 唔係一開始係轉軚？佢今日嘅 hearing擺明有心撕裂警隊。劉傑輝依家咁弱勢，送佢一程有咩問題啊？上一代啲差人好要面嘅，李文斌絕對知道今日佢所講嘅嘢足以摧毀警隊咁多年嚟建立嘅形象。我哋冇可能再相信呢個人。我覺得佢唔只想對付劉傑輝咁簡單。如果背後唔知一個原因，有咩人有咩事可以 convince 到呢隻老狐狸，佢連個仔都可以大公無私。要分析一個人因咩事轉軚，不外乎幾樣嘢。權力金錢個人家庭，能夠動搖到李文斌嘅，必定係一個有背景、有輩分嘅人。呢一欄俾人有權自然有錢，而呢個人仲可能俾一個好優厚嘅條件，佢想推嘅能力都冇。
雖然李 Sir 喺警隊嘅影響力仲係好大，但係如果你要我估，李 Sir、李家俊都係其次，佢後邊一定仲有人。如果真係有人想借我把口去喐一個，我都好想知道佢係邊個。無所不用其極，千方百計請我落馬。我今日被落台，邊個會係最得低嘅先？李文斌同佢背後嘅人將會更多接觸，仲會用一個好迂迴嘅方法。之後佢每一下動作都會直接影響嚟緊嘅 P&P。幫我探部傷口風，誠意笑佢太靜，唔似佢。Helen，派一隊人跟蹤李 Sir。由呢一刻開始，唔該放低你哋嘅大律師身份，暫時做住我簡議員嘅高級助理。因為我哋嘅戰場喺立法會，唔係法庭。我唔中意做人隻棋。簡奧偉大狀幾時派啲手下做埋狗仔隊？你揸架藍色寶馬，車牌6960，由屋企跟到我哋中環，想知啲咩？從來冇一位高官會喺在位或者退休之後公開督自己人。我冇。P&P 之前你見過啲咩人？啲人 offer 咗啲咩俾你？你自己最清楚。貴姓啊？姓歐。歐小姐，我依家就答你。喺我咬糧嘅第二日，4大地產商應揾中間人嚟問我，願唔願意過去幫佢哋手，假日唔開，我都冇應承。未學行先學走，從來唔係問題。不過要問下自己係咪天才先。如果唔係嘅，就一步一步嚟。你唔似啲咁無恥嘅警察。警隊有人才，一樣有人渣。做多10年人，慢慢學。啊，幫我同阿簡壯講聲，河水不犯井水，唔好揾啲細路仔跟住我。如果佢有嘢想知嘅，我電話冇轉，叫佢打俾我，我親自上門拜會佢。李 Sir，thank you for coming。唔使咁客氣，司長，叫我 MB 得啦。坐。袁少、Gilbert、Lydia， 你都識㗎啦。李 Sir 一直同你唔熟，之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合作。今晚咁人齊，似乎我有秘密聽喎。黎司長決定出戰下屆特首，下屆主要嘅領導班子，政務司司長、財爺、律政司司長，在座各位就係香港嘅未來。原來你一直喺度做緊 Kingmaker。政商界蔡先生已經拉攏到七七八八，不過政府內部我哋一定要重新報告。保安局局長陸明華原本最有可能
係我嘅競選對手。而家喐到劉傑輝，我哋就可以順勢喐埋陸明華。照蔡 Sir 意思，李 Sir， 你暫時不就一個個位先。我一當選，立即請示上邊，韓 Sir 接你位做一哥，你就出任保安局局長。你黑白兩道有咩難題嘅，都可以問李 Sir。如無意外，年底我會正式公布參選。嚟緊呢段時間可能好亂，有啲人需要大家去安撫，另外有啲想大家幫手，叫佢哋唔好講太多嘢。司長，你連特首呢個三殺位都敢坐，你背後一定有人大力支持。無論香港將來變成點樣，有大家喺度，我哋以前點過，之後只會過得更好。嚟，劉 Sir， 我有個舊同事，而家喺立法會秘書處度做嘢。佢話俾我知，今次 PMP 簡狀本來冇打算入局，但係突然喺 deadline前15分鐘報名。你肯定呢個消息準確？係。呢個簡奧偉同埋現任律政司司長黎永年兩個都係 Lincoln's Inn 讀 law 畢業，兩位都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而黎永年唔止一次喺公開場合講過，警隊要改革。李家超、簡奧偉、黎永年、李文斌都係同一班。係。呢度個 set up 可唔可以 24/7 為你幫佢 ？Software 上應該冇問題，但係爭一個 expert。我調個人過嚟幫你。Mark Sir 唔會同意我哋幫黎永年。暫時唔好掂司長處，處理嘅理想，之後係揀咗。你又唔使道歉嘅，起碼證明咗警方同我哋睇法都一樣。而家風聲咁緊，李文斌一定加倍小心，再跟落去都未必睇到啲咩。咁即係你唔反對我繼續跟？我唔俾你跟，你肯咩？你覺得李文斌有問題？咁聽日會唔會對劉傑輝改變策略？我就想睇下佢睇得幾遠，定係俾人蒙住對眼。Very good。上梁不正下梁歪，警隊最大嗰個都冇規冇矩，你叫下邊33300個警察點樣執法啊，劉處長？主席，簡議員，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方法。就係因為掌權者有權力去釐定乜嘢係非常時期，所以就算係非常時期，你都唔可以用非常方法㗎。而家你喺立法會啊，處長，你答緊佢啲乜嘢啊？主席，不依常規同不合法絕對係兩回事。韓戰行動亦都因為 ICAC 嘅介入，先至可以捉到李家俊。我聽錯定你講錯啊？你拉到李家俊？劉處長，你係咪選擇性失憶啊？我俾你講多次。李家俊呢一刻確係走得咗，但係唔代表佢可以永遠逍遙法外。我亦公開發表過聲明，港鐵事件我會承擔所有法律責任。上一個聽證會，李文斌先生指出喺你押解李家俊嘅時候，佢曾經講過一番話。簡議員，我相信我哋唔應該喺個咁莊嚴嘅議事堂
討論一個順口雌黃、毫無誠信嘅疑犯對我所作出全無證據嘅指控。劉處長，點解咁多人想對付你？我認為係因為我嘅升遷嚴重影響咗某啲人嘅既得利益。我想借立法會呢個 hearing 同呢一班人講一聲，香港唔係佢哋可以為所欲為嘅地方。停咗喺豐城車行出邊，你接力啊！天命。唔好意思。奇怪，李文斌個手機成日都冇喐過，而揀撞班徒弟就一直喺荃灣一帶。一架 EU 5個警察，加埋車上裝備，值幾多錢？我要將一架 EU 消失，你估要用幾多錢？連埋張馬，保守估計2000萬。800萬有找。如果你揾我，蔡 Sir 退休之後，出任過南非、美國同以色列嘅網絡保安顧問。劉傑輝一直自作聰明。警隊第3代通訊系統總值5億4，佢最後揾咗8間獨立供應商食包。不過呢一行好細，唔理佢點揾，之後我都有辦法將佢變成我嘅人。即係話而家警隊用咩系統都冇用啊？文斌，科技只係硬件，最重要係人。李 Sir， Roy， 大女仔幾時翻嚟㗎？3個月前。95年，大家幫我冚咗個咁金嘅，我都未有正式多謝你哋。唔好咁講，李 Sir。咁多年嚟，多得你同蔡 Sir 關照，我哋班兄弟決定翻嚟撐你。爸，你再向前行多一步，李文斌3個字將會改寫歷史。劉傑輝喺立法會根本唔算贏，佢只係強弩之末，不足為患。你嘅警務處處長任期就係由呢刻開始。
蔡 Sir 佢安排我今晚走，應承嘅說。阿俊，有咁遠走咁遠，唔好俾人知你去咗邊，包括我。保重身體。夠鐘啦！你呢一班人越遠越好，有機會你重新做人。I love you, Dad. 師傅，我見到李文斌同佢個仔一齊，我已經跟緊李家俊。得啦，冇講咁多，翻嚟先。我要知道佢車上面做啲咩嘅。揀中徒弟歐永欣，啱啱打俾佢，話而家跟緊李家俊，沿住新田公路出緊九龍。我而家即刻追佢車牌同埋車款俾你。俾個 location 你，叫佢 back up。蔡 Sir， 我份嘢個車跟住你哋。Yes sir。
阿頭上車。老實，我永欣部電話同埋相機，鑑證班伙計 check 過，未必可以 recover 到。隧道裏邊有3個揸槍，揸 shotgun 嗰個咁啱俾部陽光巴攝咗咗，所以 CCTV 睇得唔係咁清楚。現場走得嗰個反喺個 B4 度掃到指紋，希望可以跟到。七人車，新界南半個鐘頭前咧，舊舊飛翻，發現一個屠夫嘅車，司路途都落。李家俊，劉傑輝，李 Sir， 你應承我乜嘢？架空警隊自把我仲冇一日決定，你以為咧我係香港警隊，你咪叫開埋，你叫卑鄙，自己做緊啲咩？親口同你求情，我冇話過我會放心李家俊，接埋佢出嚟攞命啦！我有威水警你睇死我，佢唔係呢個死有事料咩？大反應咩？李 Sir 唔好啊！放低把槍！呢度所有嘅人同我聽住，如果劉傑輝可以繼續做你哋阿頭嘅，我就唔再叫你文斌。你兩個癲咗啊！一個係前副處長，不正當使用槍械；一個係現任處長，不正當使用職權。劉傑輝，你明知警隊勾線要經過海關入境處 ICAC 終審庭，你竟然連一份 permit 都冇，係一份都冇啊！冇啊！李文斌，你同我聽清楚，我下半世咩都唔做，淨係招呼你一個，我奉陪。第二個喺隧道打你嘅槍手，官方記錄係一個死人，何國正 Roy Ho 前 O 記 CID， 93年喺毫無犯錯記錄下離職，95年交通意外身亡。又係95年，當年 O 記嘅主管就係李文斌。你懷疑第二個槍手係李 Sir 啲舊手足？當年警隊做一件大事，
政治部解散。我一直覺得有人借政治部嘅移民政策渾水摸魚，臥底用假寫做 cover 係我哋慣常用嘅手法。就算呢班人離開咗香港，一直都係由警方嘅私人費養住。如果你嘅假設冇錯，李 Sir 一定會反擊。李 Sir， 阿全，知唔知點解今日我叫你過嚟？因為你係一個明事嚟嘅。咁我有咩可以幫到你？我決定重返警隊，不過之前我要你帶頭罷免劉傑輝。編制上面我哋可以罷免劉 Sir， 不過李 Sir 你要重返警隊，呢一層你唔使擔心。嚴格嚟講，我而家係退休前休假，罷免咗劉傑輝之後 ，Stephen 會暫代 Acting CP， 跟住落嚟嘅程序我會處理。憲委級有權聯署罷免處長嘅同事唔止我一個㗎喎。Alan 太靠近劉 Sir， 而家佢唔夠中肯。陳 Sir 同李 Sir 一向都係不和，成個總部嘅人都知，要佢簽，佢一定唔肯。你做咗 Felix 上司，佢一定會聽你講。如果今次成功，我升你做管理副處長。李 Sir， 我嘅決定唔會係因為你今日嘅 offer。我講最後一次，你係一個明事嚟嘅。Felix， 韓 Sir， 我手上仲有好多 paperwork， 有啲咩事直接啲。Felix， 坐低先。前晚城門隧道槍戰，我哋已經收到100幾宗嘅投訴。呢2日所有報紙社評、電台烽煙都針對緊我哋警隊做嘢，完全唔照程序。但劉 Sir 都成功拉到李家俊，大家咪應該持平一啲啊？持平？當晚城門隧道中槍嗰班，到而家都仲未證實係咪由劉 Sir 嗰支槍打中。起碼有4名傷者，要起訴我哋警務處嘅處長。我哋呢度大家都想警隊好，亦都想劉 Sir 好。不過，若果只能夠2揀1嘅説話 ，Phoenix， 我諗你應該知道企邊一邊個好。由放李家俊開始，劉 Sir 已經唔單止一次話佢會負全責。我想你將呢份文件親手交俾劉 Sir， 由你哋2位共同決定罷免現任警務處處長，是否適合？呢份文件我唔會簽。我對劉 Sir 一啲偏見都冇，今次只係救警隊。我冇諗過帶頭嗰個會係莫 Sir。Stephen 同莫 Sir 其實冇錯。輝，當日用呢個方法去逼李 Sir 交出權力，今日佢哋用同一方法去制衡翻我。
呢個係一個機制，機制嘅目的就係防止有人獨攬大權。如果你唔簽，以後你喺警隊冇人服你。接近警方高層人士消息透露，警務處處長劉傑輝將會以健康理由提出休假，職務會由行動副處長韓孝忠暫時兼任。瞓咗啦。其實你哋喺度都唔係最安全，不如聽日訂着咗個機，你同 Josie 翻阿媽都有時候。你喺邊，屋企就喺邊，我哋唔會走㗎。雪兒，我已經喺我同 Josie 嘅心裏面，你永遠都係警務處處長。CCB 班伙計查到第3代通訊系統極可能已經被 manipulate。唔好再用警隊資源去查。老 Sir， 偏點會繼續去 follow。從而家開始，同我保持距離，你唔可以有事。簡先生，我徒弟留俾我嘅遺物，點解？雲端。比來生前諗到好周到，佢就驚萬一。估唔到，竟然係蔡元琪。韓戰嘅 P&P 被
俾咗我個啟示，加上 Bella 嘅死，更加證實咗我睇法係啱，就係有人利用議會嘅制度去剷除異己。雖然我唔中意你做嘢嘅方法，但我相信你有咁嘅能力，將呢班人繩之於法。不過要將呢一班人一網打盡，而家仲未係最好嘅時機。縣委級管理層有權聯署以處長失職為理由解除佢嘅職務。不過，我從來冇宣佈香港進入戒備狀態，所以喺編制上，我有2個禮拜時間 hand over。我希望大家利用呢段時間，盡快揾翻失蹤咗嘅重逢者，喺限期之前有結果，呢場仗先有得贏。我同簡狀借咗 Wilson 嚟幫手，條件就係大家查到個資料要互通。我西番隧道嘅 traffic cam 發現歐小姐出事之前，曾經喺荃灣華宏街等咗一段時間，而喺同一個位置，李文斌架車逗留咗超過30分鐘。張相嘅 file properties 拍攝嘅時間145，李文斌要喺一段時間翻車河，30分鐘嘅時間。可以去到幾遠？處長，我唔係好明。無論係邊個做處長，搜索衝鋒車嘅行動一定要繼續。我秘密 form 咗隊 King team，為咗安全，會不定時轉 location。而家佢哋喺港大岩洞嘅配水庫。萬一我落台，你可唔可以保證佢哋嘅安全？冇錯，應對以後靠你。再升高啲，唔好俾佢哋發現。Nicole，派人24小時監視呢個廢車場。證實咗喺廢車場出入嗰幾個人，都係李文斌以前 O 記嘅手足，全部都有死亡證。劉 Sir，你懷疑第3代通訊系統 Bun Supply 有問題，我哋已經揾到個 pattern， 但係 decode 真係需要時間。既然冇十足把握，聽日我要同你數。
所有同事喺會議室等緊你。可以開始。各位，今日呢個會議係回應2個星期前憲委級管理層全哥等等。咁多位，今日呢個會應該由我哋主持。而家距離我移交權力仲有4小時。我有個最後嘅 mission， 希望可以完成埋司責。當然，我都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尤其係李 Sir。4個鐘眨下眼就過，處長落 order，有邊個覺得唔做？我得到絕對可靠嘅情報，只要失蹤衝鋒車收埋喺邊，呢班係李家俊嘅同黨，我相信在座會有人認得晒佢哋。今次嘅行動係關乎整個警隊嘅聲譽，論能力、論經驗，最適合指揮官，非你上我心。一個條件，由我決定帶咩？當然，不過我要求李 Sir， 你陣間去下線 briefing 嘅時候，唔可以透露行動內容，直接 action 前一先可以講，事關重大，你明白我意思 ？Steven， 你 back up 我，飛虎同重案 form 3個 team。全部人之前要直接 under 我嘅，仲有05年之後入職嘅，我全部唔要。李 Sir， 我派 Alan 配合你。唔得 ，Phoenix， 你跟埋我去。李 Sir， 咁唔啱規矩喎。呢個 mission 唔到你話事。Alan， 劉 Sir， 我去。劉 Sir， 我哋呢邊冇動靜，淨係望住呢5個大 Sir 夠噶啦。李文斌真係一啲行動細節都冇透露，其他人啲 devices 有任何 leakage， 一定走唔甩。
Sir, all units are moving to the target. 張 Sir， 韓透中手機有料到。Captain， 30秒。劉 Sir， 係韓透中。劉 Sir， 個短信 send 咗喺一個太空電話，位置中環雪廠街。Command to all steel 伙計 ，update intel， 目標廢車場，維修重失中衝風車 ，suspect 相信有前警務人員，可能帶有重火力槍械，大家小心。係彩水。Units in position。我係伙計，我係 MB Lee， 聽我 order。Action。Target in sight. Watch and shoot. Watch and shoot. Bravo 1-0. Operation explosive. Attack field. Attack field. Attack field. Over. Bravo 1-0. Charlie 1-0.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Bravo 1-0. Casualties. Casualties. Report. Bravo team down. Bravo team to 0. Target in sight. Moving. Moving. 0. Strong 1. 6 Tango moving to a vehicle.中途 report， 兩個私家車正向北面逃走。李 Sir， 向北行嘅話，佢哋會經過錦田市中心。中蚊，廢車場。
場大樓啱啱發生猛烈爆炸。Flight team to zero. One tango down. One tango down. Flight team to zero. Two tango down. Two tango down. Anh đi,走啊！走啊消防18添，兩個疑犯落咗車，向北面方向逃走。Green to shoot。消防18添，兩個犯挾持咗一個女人質。Repeat，佢哋挾持咗一個女人質。你同我留喺度，砌好今日份報告佢。Ben， 你幫佢手。Stephen， 攻過嚟啊！疑犯挾持咗個女人質入咗便利店。攞住！唔好出嚟！我叫 Cindy， 我係嚟幫你嘅。我唔想件事變得太差，我稍後會有同事安排部電話俾你。你有啲咩需要可以直接同我講。我係 MB Lee， 我係 MB Lee。All units hold on fire. All units hold on fire. Sir， 兩個 suspects， 其中一個揸 Browning 有表面傷痕，裏面起碼有5個人質，其中一個 BB， 我啱擺低咗部溝通電話喺裏面。
down. Repeat, all Tango down.劉 Sir，恭喜晒！當日我揾齊4個 SACP 講同佢番説話，話俾佢哋知，我 form 咗隊 Ken team，就係想試下邊個有古怪。我只係同你一個人講過，佢哋喺港大岩洞。冇事，你口口聲聲話救警隊，我諗你救咗自己先。思思，準備車。係，周 Sir。你好。一期菜晒，隨便炒。VIP lunch。蔡 Sir， 劉 Sir， 知道你走，專登嚟送你一程。我已經唔記得你以前有冇跟過我。我好慶幸，冇。你都幾冇禮貌啊！大家都係 CP， 自己人太講禮貌就虛偽。蔡 Sir， 打開佢睇下。不如你話俾我知，裏邊係啲乜嘢？我已經有足夠嘅證據，警隊第3代電子通訊系統根本就係你嘅私人公司。呢張相有李 Sir， 有佢個仔，仲有你。你專登嚟搵我，就為咗講呢啲嘢。嚟之前，保安局局長幫我請示過事宜，我得到嘅指示係，基於香港穩定同警隊嘅聲譽，可以有條件特赦你。一，李文斌繼續過佢嘅退休生活。二，1個月內要賣晒所有通訊系統嘅股份。3，你離開之後，永遠唔能夠再踏足香港。做得到，特區政府會暫時擱置起訴你嘅權利。你想攞我同李文斌嚟做籌碼咩？你以為咁樣就可以保得住你個位？我唔理你同你背後嘅人喺度部署緊啲咩，我只有最後一個 advice：stop。
你仲未夠道行擺得平。你再踏前一步，我即刻同你開戰。法治精神係我哋香港仍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嘅重要基石。作為統領香港最龐大專業團隊嘅警察首長，我更加要時刻警惕，警隊每一個決定都唔可以成為野心家嘅政治工具。我希望我哋每一個人繼續捍衛我哋一直堅信嘅價值觀。God bless our homeland。总那么轻易承认，那些聪明过人，真是一种天分，却浪费时间否认，成为善良的人，只是一种选择。你能否揣摩差别，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终有一天，你将站在自己的对立面，用坚强的心去凝视，去拥抱自己的弱点，就睁开眼 play the game， 能不缺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3000，梦想也 be a slave， 人心里的鬼，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承认那些聪明过人，真是一种天分，却浪费时间否认，成为善良的人，只是一种选择。你能否揣摩差别，
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